特朗普只係需要一個行政命令，甚至喺社交媒體講一句嘢，就可以將金融市場舞高弄低。特朗普呼籲民眾買貨，美股急速反彈。問題嚟啦，所以巴菲特之前減持嘅股票係咪沽錯貨呢？話說巴菲特由舊年開始大幅減持股票，截至2024年底，巴郡嘅現金及等價物達到3342億美元。佔總資產比例創下歷史最高嘅水平，持有嘅美國短期債券超越咗聯儲局添啊！當時間嚟到2025年，美股先大跌，之後又急速反彈。喺美股反彈嘅同時，美債嘅價格同埋巴郡嘅股價都拾級而下。到底依家巴菲特嘅投資理念係咪隨住佢本人退休而慢慢被市場拋棄？喺今次，我哋應該相信特朗普會將美國市場做好啊，定係信巴菲特應該持有更加多嘅現金呢？信特朗普嘅朋友留言區打1，信巴菲特嘅朋友留言區打2，等我知道你哋嘅睇法。呢一份係巴郡嘅現金及等價物佔總資產比例嘅歷年圖表。如果大家仔細睇，你會發現巴菲特好神奇咁樣一次又一次度過危機。1998年嗰陣，呢個比例係達到新高嘅。嗰陣時究竟發生咩事呢？年紀比較大嘅朋友一定都仲記得，喺1998年呢，互聯網公司嘅股價瘋狂咁樣飆升，泡沫呢就越吹越大。但係巴菲特呢，佢成手都係 cash。當時好多股評人笑佢，巴菲特又錯過機會啦，又跑輸大市，投資理念都過時啦。結果呢，2000年科網泡沫嘭一聲就爆咗，全球股市咧都跌到落谷底。喺呢個時候，巴菲特又帶住佢嘅彈藥庫，果斷撈底啦。同樣嘅劇情都發生喺2008年次貸危機嘅時候。由2003年開始，巴菲特咧就逐啲咁樣賣次貸有關嘅產品，去到2005年，佢嘅現金儲備又達到一個高峰。喺2008年呢，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巴菲特又再次撈底啦。時間嚟到2020年，巴菲特嘅現金及等價物儲備量又攀上一個小高峰。新冠疫情啦同埋油價暴跌呢兩隻黑天鵝出現，令國際嘅金融界一片恐慌。2020年3月9號，美股一開市就觸發咗熔斷機制，道指暴跌接近8%，全球股市咧都跌到一塌糊塗。好就好在聯儲局啦同埋政府瘋狂放水，咁樣先將金融恐慌壓咗落去，冇變成系統性嘅金融危機。如果就咁睇咧，巴菲特好似成日提前幾步可以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人哋追住熱點去跑嗰陣時，巴菲特咧可以好輕鬆咁樣穩坐釣魚台，喺市場嘅貪婪同埋恐懼之間等待機會。直至2025年4月，巴郡手持現金同埋短期嘅美債達到3342億美元，佔淨資產比重高達53%，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嚟嘅新高。到底係咪預示咗我哋正係處於金融市場嘅暴風雨前夕？其實我哋可以由巴菲特最新嘅股東會得到唔少啟示嘅。關於點樣處理天量嘅現金，巴菲特承認目前佢嘅持倉比例的確係好高，但係好嘅機會唔係每日都會出現㗎。其實呢一次股東會含金量真係相當高，唔知你有冇聽得出嚟佢最有價值嘅3個重點。第一，美元崩盤危機。巴菲特話美國長期嘅財赤問題如果再唔解決，將會導致美元貶值。冇人可以預測到呢一種赤字嘅政策仲可以支持幾耐。但係從歷史嚟講咧，美國咁樣去放任財政惡化係極為罕見。巴菲特仲話，如果政府繼續冇節制咁樣支出同埋舉債，最後將會導致貨幣暴跌，引發起嚴重嘅社會同埋經濟動盪添㗎。美國嘅通脹問題仍然令人擔憂。如果金融同埋貨幣嘅制度缺乏制衡同埋規範，問題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第二，關稅政策衝擊美國經濟。巴菲特形容貿易戰係一個巨大嘅錯誤，又表示美國喺貿易、
財政赤字同埋政府治理呢3方面，正係面臨3大潛在風險。如果唔正視嘅話咧，恐怕會對美國嘅經濟構成長遠嘅衝擊。第3，5年內有機會。巴菲特成日強調好愛國，不過都用錢投下對前景擔憂嘅一票。巴郡手握歷史新高嘅巨量現金，而且佢重申會等待絕佳嘅機會來臨，而呢個機會咧，話唔定5年內就會出現啦。當然啦，依家美國嘅狀況比起巴菲特最後一次股東會都有少少變化嘅。特朗普喺過去1個月咧，決定對中國產品徵收3位數嘅關稅，然後又收回成命。呢一個睇落似乎咧，貿易戰暫時停火啦。但係成個過程係暴露咗美國實際嘅底牌，同埋特朗普嗰一套談判的藝術，似乎都唔係咁萬能。講開又講啦，雖然我知道好多巴菲特嘅 fans， 但係我都要講一啲真説話。巴菲特嘅價值投資咧，其實都唔係萬能嘅，尤其是係對散戶嚟講，有好多嘅限制。價值投資之所以可以係一套咁主流嘅投資學派啦，因為佢對於普通人嚟講好容易學啦，邏輯講得通又容易理解。只要喺買入之前咧，你做足研究，揀間好嘅公司，有潛力嘅賽道，買入並持有，同埋同公司一齊成長咧，就唔需要好似短線交易咁樣要出出入入咁麻煩啦。但係到你真正落實去做價值投資嗰陣時咧，問題就嚟啦。你想喺一個你認為合理嘅價格買入一堆有價值嘅好公司，你本來想揸10年8年，但係揸咗幾個月咧，你發現成個組合回調咗30至50%，明明基本面仲係好好嘅，但係價格調整咗咁多，你就會開始懷疑人生啦。講到尾，散戶嘅價值投資失敗咧，最大嘅原因都係信息差。身為全職交易者、投資者同埋財經領域嘅 KOL， 我好多時候咧買嘢都會職業病發作，去考慮 ROI 嘅。我之前咧就睇到一篇嚟自美國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嘅研究，發現咧原來睡眠不足會導致當地每年經濟損失超過4000億美元。可想而知，良好嘅睡眠係會令到你喺工作保持最佳嘅狀態，減少因為疲勞而導致嘅工作失誤同埋效率低下，更加可以節省到醫療嘅時間同埋金錢。所以一張好嘅床褥係回報好高嘅投資嚟㗎。例如我依家用緊呢張德國 Emma Original Hybrid 嘅床墊。先同大家講下我嘅親身經歷先。以前我成日覺得只要張床夠腍啦，瞓上去好舒服就 OK， 但係後來我發現唔適合啦，承托力不足嘅床褥係會令到我腰酸背痛，而且令第二日嘅精神狀態比較差，無論係分析或者係臨場反應都會打折扣。直到我遇到德國 Emma 嘅床褥，我先真正意識到原來睡眠係可以被設計出嚟嘅。張德國 Emma Original Hybrid 嘅床墊簡直就係性價比嘅天花板。作為一個基礎入門款咧，係由歐洲專家根據人體工學去設計，結合咗記憶棉啦，同埋獨立嘅袋裝大黃5層混合嘅設計，簡直係為不同身材啦、唔同睡姿嘅人咧量身定做。Memory Adapt 嘅記憶棉咧，可以完美貼合每一個身體曲線，將身體嘅每一個部位溫柔咁樣包裹起嚟，釋放壓力，均勻咁樣分佈重量。而7個獨立袋裝嘅彈簧咧，就提供咗穩定嘅支撐同埋彈性，無論你係咩睡姿咧，你都可以享受過一種仿佛係俾雲朵托起嘅舒適感。而且咧轉身嗰陣時咧，係根本唔會影響到你隔離嘅人啦。對於你同伴侶、小朋友或者小貓小狗一齊瞓嘅用家咧，簡直係一個福音。除咗床褥之外咧，其實枕頭都好影響睡眠質素嘅。德國 Emma 記憶棉枕頭由3個獨立棉層組成，可以因應個人習慣咧去調整高低啦同埋圓度，符合翻個人嘅需要。少少嘅價錢就可以帶俾2種唔同嘅體驗，而且仲可以配埋德國 Emma 防水防蟎床褥保護套。佢有益生菌保護層啦，有效阻擋接近90% 嘅過敏源同埋100% 防蟎，最適合香港潮濕又悶熱嘅天氣。最方便嘅係污糟咗你可以成個抌入洗衣機洗。而且德國 Emma 嘅包裝非常貼心，係高樓大廈同埋電梯友善型嘅。喺香港呢一種寸土寸金、居住空間咧實在好有限嘅地方，呢一點咧實在係太重要啦。佢嘅包裝
裝緊湊、捲筒壓縮嘅包裝，方便搬運。就算係住喺高層樓宇嘅朋友，都唔使擔心床褥點樣運上樓嘅問題。德國 Emma 全香港免費送貨，亦都貼心提供100晚嘅試訓。如果你喺試用期間覺得唔滿意，德國 Emma 會免費喺你屋企攞貨，而且全額退款，唔需要擔心唔適合。另外仲有15年嘅品質保證，全香港第2日免費送貨。1 month later，依家我已經用咗德國 Emma 床褥1個月啦，我冇諗過佢真係徹底改變咗我嘅睡眠品質。以前咧我成日好難瞓嘅，好容易半夜起身啦，而且有陣時會腰酸背痛添啊。但係自從用咗德國嘅 Emma 床褥啦，朝頭早起身我係明顯覺得精神狀態好咗，而且都係更加快咁樣進入工作狀態。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下啦，點擊資訊欄嘅連結獲得德國 Emma 優惠618年中優惠低至5折，或者輸入優惠代碼 MILAYUEN10，即可獲得粉絲專屬全單9折嘅優惠，不限金額同埋選項，仲可以搭配埋官網嘅折扣活動一齊用添，仲唔快啲體驗下？巴菲特可以贏到，當然都有佢眼光同埋信心嘅緣故，但係信息差咧都絕對唔可以忽略㗎。佢重要嘅程度可以影響到成筆投資到底係贏10% 定係贏1倍。信息差就好似你同隔離小明考同一個試咁，你只係知道老師公佈嘅考試範圍，但係隔離小明咧用某種方法提早知道咗試卷嘅題目，所以小明一定會考得比你好嘅。呢一個就係信息差嘅威力。投資市場都係一樣，財務報表、估值、研究報告呢一啲都係免費或者係你俾少少錢就可以獲得嘅公開資訊，同老師公佈嘅考試範圍一樣，都係公開資訊。你睇到嘅所有大行、所有機構投資者肯定早過你睇到，所有人都可以獲得嘅信息就唔叫信息差啦。如果你只係睇完財報或者研究報告，覺得呢間公司幾好喎，有好多出名嘅基金有買呢隻股票，其實你揀中一啲表現普通嘅成熟型股票，甚至係過氣股王嘅機會咧，比明日之星係更大嘅。尤其是喺港股市場啦，你長期行大型上落市加板塊輪動呢一啲咁嘅 pattern 咧，用呢個方法風險就更加大啦。咁問題嚟啦，真正有價值嘅資訊係乜嘢呢？如果我哋將信息分為 A、B、C、D 級信息，A 級嘅信息就係最上層人士開會討論，例如係芯片法案啦，或者關稅公佈嘅日期。利用呢啲信息，的確你可以喺股價低位買入啦，或者係高位賣出。而 B 級嘅信息就係最上層人士咧，將工作交俾下一層。如果以公司嚟講，就類似 CEO 或者 CFO 級別嘅獲得嘅信息，都仲係可以喺相對低位買入。至於 C 級嘅信息咧，就可能係其他經理級嘅高層獲得嘅信息啦，或者係普通管理層獲得嘅信息啦。而經過呢一啲過程之後，去到再下層嘅執行層面，信息就會大量散播，去到 D 級嘅信息，信息散播至經理、主管級別啦，甚至係處理文件嘅人。如果你喺呢一個階段買入，可能價格咧已經完全反映咗消息，已經係冇獲利空間，甚至可能係虧損添。喺2024年第2季度，巴菲特大幅減持蘋果嘅股票，減持幅度接近50%。呢一個消息喺市場激起千層浪。蘋果一直係巴菲特投資組合入邊嘅核心，所以呢個消息真係令市場好驚訝。而1個月之後，蘋果宣布放棄電動車嘅項目。你要知道呢個項目咧係投資咗10年嘅時間同埋幾十億美元嘅金額㗎，而巴菲特就掌握咗呢一個信息差啦。第二個原因，影響力。巴菲特喺2020年8月宣布買入5大商社，而呢個消息一出咧，媒體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鯊魚咁，鋪天蓋地咁樣宣傳日本5大商社嘅低估值、高股息，彷彿揾到一個新嘅財富密碼。一下子呢5大商社成為外資同埋各大對沖基金嘅最新配置目標，推升咗5大商社喺短時間內上升咗10至20% 不等。當然啦，呢一筆投資係相當成功嘅。巴菲特投資日本股嘅回報到依家已經超過1倍啦。你認為乜嘢係合理價格，或者係乜嘢係有價值呢？巴菲特買之前，日本商社就冇價值咩？巴菲特一買，點解日本商社就突然間有價值啊？所以估值唔估值，一間公司抵唔抵買，可以好主觀，同審美一樣嘅啫。
同一個行業、同一間公司喺唔同嘅時期，資金對公司嘅審美都可以唔一樣。唐代同現代嘅審美唔一樣，同樣地，股票市場1929年同2025年審美都唔一樣。你憑咩覺得自己係啱，人哋又唔啱呢？所以問題嚟啦，乜嘢先係正確呢？俾1秒大家諗下。答案就係誰大誰惡誰正確，錢多嘅一方可以影響到市場嘅一方，就係正確嘅一方。只要冇主力資金炒，幾咁基本面優質嘅股票都可以10年都唔升。有主力資金炒，一個吸引嘅故事就可以將任何質素嘅公司推上去。呢一個係我以前喺投行做嘢嗰陣時了解到嘅市場真相。舉一個例子，以下我提及嘅股票同埋項目我都冇參與過，純粹作為一個旁觀者抒發個人嘅觀點，唔構成任何投資或者唔投資嘅建議。我依家問你一條問題，大家去尖沙咀行街或者北上消費，你有冇睇到過老鋪黃金呢一間鋪頭呢？點解老鋪黃金嘅估值可以去到70幾倍 PE？佢上市嗰陣時，1年股價可以升16倍，但係周大福 PE 淨係得20幾倍。2025年之前基本上係長期橫行。老鋪黃金值唔值得貴過周大福咁多呢？有人係覺得值嘅，因為老鋪黃金財務報表上面啲數字，佢嘅毛利率同埋增長都比周大福高出不少，但係都有人覺得唔值得啦，因為賣金呢啲咁標準化、價格透明嘅嘢，品牌日價咧好有機會因為潮流嘅改變而降溫。而門市嘅擴張或者業績嘅擴張係唔係真係可以兌換到咁高嘅 PE 呢？所以最後到底邊個係啱啊？就係邊個有錢將股票買上去，或者係對股價產生重大影響嘅一方，就係正確嘅一方。以前香港樓市黃金年代嘅地產股又係一個價值迷思嚟㗎。例如新地佢好少炒股票，過去10幾年咧，香港樓市大牛市嗰陣時，股價都係行一個大型上落嘅格局，但係佢旗下求其幾座商業大廈已經比佢成間上市公司嘅市值貴啦。點解到咗今時今日仲未價值回歸呢？好簡單，好簡單，因為你唔係大股東，亦都唔係巴菲特。如果你係巴菲特，嗱，佢就成日用一招嘅，就係首先買入資產淨值高過市值嘅公司，透過大量買入股票咧，成為公司嘅大股東，再用大股東嘅身份促使公司出售資產去變現，再將收翻嚟啲錢攞去派息。巴菲特做到，但係我哋唔可以買新地買到變成大股東，將佢啲 IFC、ICC 拆出嚟單獨賣嚟派息㗎嘛。另外一種情況就係莊家想炒股票，但係佢啲貨唔夠，佢就可能會諗辦法發放一啲壞消息，不停咁製造恐慌，令你覺得呢間公司長期價值受到破壞，啲股票瘋狂咁跌，你嚇到沽晒啲股票啦，莊家收齊貨啦，先會用錢將公司嘅股價拉上去。你諗下，莊家佢揾人將個股價打上去都要成本噶嘛，佢點解要益你呢？所以歸根究底，價值投資成功嘅人有咩特點呢？我參考過一啲好成功去做價值投資嘅基金經理或者專業投資者，至少以下3個特質之2或者係3者兼備。第一個特質就係你要有資訊優勢啦，就係我啱啱講嘅信息差，聽公司嘅 conference call， 睇財報，識睇 Bloomberg， 唔算信息差。信息差就係上至國會山女股神佩洛西知道幾時會推出影響市場或者個別行業嘅法案啦，下至你係一間公司嘅大股東 CEO 或者係一致行動人士，咁你先算擁有 A 級至 B 級嘅信息。當然喺度我都要聲明啦，你用呢一類嘅信息去炒股，法律上係嚴厲禁止嘅，所以地球上面唔會有人承認自己用內幕消息炒股票。至於作為成功嘅價值投資者，第2點係擁有為公司提升價值嘅能力。舉一個例子，大家唔知唔知道高瓴資本以前抽 IPO 咧，只要高瓴資本有投嘅話，呢一隻 IPO 嘅關注度肯定會好高。
高瓴資本亦都係價值投資嘅流派，佢嘅 CEO 張磊係靈魂人物，帶領高瓴資本成功投資咗騰訊、京東、美團、百度、格力、Airbnb 等等嘅企業，仲出咗一本書叫做《價值》。佢嘅理念同埋案例咧，都係相當激動人心嘅。中國版嘅 P&G 藍月亮就係當時高瓴資本湊大嘅一間公司。張磊早期投資藍月亮咧，當時中國嘅老百姓仍然係比較慣用番梘同埋洗衣粉，而張磊就教藍月亮去做洗衣液，又幫公司做 marketing。要公司去燒錢搶市佔返嚟，令公司嘅產品一炮而紅。而藍月亮上市之後嘅表現呢，都唔係重點啦，因為高瓴資本喺上市之前已經斬獲咗接近20倍嘅收益。而成為成功價值投資者嘅最後一點就係你要本金足夠多。乜嘢叫做足夠多呢？其實係因人而異㗎。有啲人係覺得股票跌一半安心舒服，而呢一筆錢你唔會突然間攞出嚟，例如話用嚟買樓啊，我嚟結婚或者俾細路仔讀書用，咁就唔符合呢一個條件啦。我最近都聽到有啲搞笑又有啲荒謬嘅言論，就係話跟巴菲特不如跟特朗普。聽落咧，呢兩個人好似完全冇可比性咁，事實上又似乎行得通喎。喺4月初，美國實施關稅措施啦，咁而標普500指數由2月嘅高位一度跌近19%。However, things took a turn. The great President Trump was back to his usual tactics.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God bless you. 特朗普喺4月9號表示，依家係買入嘅好時機。之後喺幾個鐘之後呢，佢就宣布暫停部分嘅關稅，美股就即時大反彈啦。而特朗普嘅唱好仲未止步於此。特朗普5月8號又再次強調，如果貿易協議同埋關稅相結合取得成果呢，你最好依家就即刻出去買股票。之後嘅星期一，美國同中國宣布暫時削減關稅，令到美股全線大升，標普500升3.3%，盤中收復年內全部失地。講一下我嘅睇法啦。如果你跟特朗普去操作股票呢，首先有兩個問題。第一就係特朗普有好大嘅隨機性，其次你一定要眼明手快，而且當有一日特朗普落台之後，你又用乜嘢新嘅消息來源呢？我自己投資就算係穩陣派，會用一個宏觀經濟嘅大環境再結合技術分析嘅操作。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一個可以長期相對穩定咁樣去盈利嘅操作方法，同埋最新嘅港股美股操作，可以上 www.millayun.com 報名我嘅免費線上分享會。